对不起，你说访问那么多组艺人，然后其实我们真的还在学习，然后这个每一次的访问，就是我觉得好像来宾有受到暗示，就是他们自己尺度都全开，我都吓到了。然后我想，没有，我们不一定要问到这里。比如说像鬼鬼，他就说我有去除毛，然后我想不一定要讲，然后他说真的啊，这个没有关系，我可以讲啊，能不能用镭射可以让我好，所以就是大家好像来到脱口秀就会想要就是百无禁忌，我当然也是欢迎嘛。然后将来我们的来宾会更多元，请大家期待。跟以前不一样，其实我觉得是平台就不一样，就变成说以前你要准时收看，或是锁定重播，现在是你想看就看，然后你觉得好笑，你还可以倒回去重看，然后随时随地，然后当然它的传播力量也相当的快，有些内容就直接上了热搜，所以就是我觉得它其实会造成，如果这个话题是大家现在正常讨论的，它其实就会很快的就是变成一个旋风。所以我觉得我也还在学，然后也有不同的平台在找我说可能要做别的样子的东西，我也都很乐意。也不好经营，因为我们在YouTube 界算是就是新人小咖，然后人家100万订阅的很多，所以我还是继续努力，还是在继续努力。那请问加入这个，对不起。我觉得真的还是希望他身体健康，因为大部分联络的还是小溪，然后袁毅也在我们脱口秀上班，然后袁荣之前也吃过饭，那我觉得真的小胖的路很辛苦，然后希望他很健康。在场外考虑的如果弱势朋友有没有带小朋友去打疫苗？学校都有打，然后我们也打勾就让他们打了。然后看到宪哥直播说有头晕，我就很紧张，就问小孩说：“你有头晕吗？有从马桶上站起来然后去拍墙吗？”小孩说没有。可是小龙就是一个人会担心自己健康的人，他就说：“妈，通常是几天后会发生这个事，他自己也很担心。”我说：“没有就没有了，因为他们已经打过，大概隔了2-3个礼拜都有，所以目前应该是安全的。” OK 吗？谢谢，谢谢。女儿就跟我讲说，妈妈，今天徐老三有买项链。我说项链？他那么小戴什么项链？他说，而且好像还蛮贵的哦。然后我就去质问徐老三，我说你买项链了是不是？他说对。我说多少？他说也还好啊，2000多啊。我说2000多。我说你再这样的话，就去给我跪那个祖先，跪在祖先面前。当然心里还是会很舍不得。可是大 S 跟我还有妈妈都觉得奶奶此生真的算是过得很圆满了，然后子孙满堂，然后她那么思念我爸跟我爷爷，所以她现在去天上找他们，会生出来之后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是你们不要害怕，因为最终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全家人在某个地方相聚，然后他们听了这个话之后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害怕死亡。而且会觉得这是一件自然的事情，存起来，而且还问我说：“妈妈，我拍那个广告有钱吗？”我说：“有啊。”他说：“多少？”我说：“不多。”他说：“不多是多少？”我说：“你不需要知道，因为就是我也忘记了，因为真的很就少到妈妈都不记得了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会帮你存到你的那个银行，以后你们要读书啊，要什么的，你就有自己的钱。”他现在还是出门还是会那个说：“妈妈，我要去吃饭，可不可以给我钱？”还是会跟我拿。几岁才可以买？几岁可以买？可以活用自己的钱买。等我死的那一天。不是因为没办法，我就是一个物欲很低的人呐、我就是看到他在那边乱花钱，我就会忍不住想要念他几句啊。可是他们也没有乱花钱，可是他们就很爱逛街，我就说不准给我买太贵的东西。他们回来就比如说拿了2袋，我说那2袋是什么？他们就说妈妈都是很便宜的。我说多便宜？他就这样拿出来，你看这件那么实吗？才190。我说190，在哪买的？徐老三有趁我，因为有一次我就是真的很懒得带他们出去玩，可是他们又一直吵着很想要出去，我就只好请我的助理带他们去看他们要干嘛。然后他们就去逛街，然后后来回来之后，我2女儿就跟我讲说：“妈妈，今天徐老三有买项链。”我说项链？他那么小戴什么项链？
他说而且好像还蛮贵的哦。然后我就去质问徐老三，我说你买项链了是不是？他说对。我说多少？他说也还好啊，2000多啊。我说2000多，我说你怎么会有这种？你怎么会那么物质啊你？我说你这种想法真的很要不得哎。然后我就一直说你去，我说你如果再这样子乱花钱，然后不懂得金钱的珍贵，还有这是我们努力赚来的钱，你不能随便乱花，然后8岁还要戴项链给谁看？我说你再这样的话，就去给我跪那个祖先，跪在祖先面前说你不对怎么怎么。然后他讲，然后还是默默这边这样照镜子，他就是真的哦，我常常为了他落泪，气到真的不知道，然后又吵不过他，又不能打他，然后叫他去跪那个祖先台，他会说要跪多久啊？